到咗澳門第2日行程，就去咗媽閣斜巷、澳門手信博物館、港務局大樓、鄭家大屋、聖魯令佐堂，去埋澳門博物館買紀念品。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紅豆 T， 我今日喺酒店 check out， 有興趣嘅話可以睇返酒店條片。而家就沿住河邊新街去媽閣，有啲舊式建築，諗起九龍城寨。街邊檔口都好有特色，沿住呢條路行，見到好有特色嘅壁畫，連拱門都好有懷舊感。到咗媽閣廟，媽閣廟隔離有間特色嘅建築物，係政府部門嚟嘅，打卡影相都唔錯。手信博物館都有打卡位。我哋沿住媽閣斜巷行，見到呢座建築物，呢座係港務局大樓。呢個位打卡真係靚啊！向前行，我哋就去鄭家大屋。沿路就見到鄭家大屋嘅背面。呢條路都有啲特色舊屋。嚟到鄭家大屋，鄭家大屋歷史係建於1869年，大屋嘅模型。真係好大，仲有2層添。入到嚟好有拍戲嘅場景感。欣賞下啲歷史建築，好有歷史感。兩邊都有通風氣窗，都好舒服。古舊嘅樓梯，參觀完我哋就出返去。
跟住就去咗聖魯令佐堂，參觀下教堂嘅建築。之後就去醉香餅家買手信，行下福隆新街，呢邊都有呢啲嘢玩喎。呢間佛笑樓嘅鋪面都幾靚。有間賣花生糖嘅英記餅家，行去關前後街，見到破痛油。有間 coffee shop， 閘門都有啲塗鴉。經過呢間麵麵堂，而家去戀愛巷，經過哪吒廟，行去澳門博物館，去睇下禮品店，睇下有咩鍾意嘅。葡撻杯。postcard 都幾靚喎。晚餐就食呢間，有興趣可以睇返澳門美食條片。2日1夜行程完結，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，再見。